好多人會聽到一種講法，話有錢人之所以有錢，全靠呢個高級圈層，因為結識咗都係有錢人，機會比較多，所以有錢嘅機會大好多。亦都有另一種講法，只要理財做得好，有財富自然就會有人物，根本唔需要特別經營。咁究竟係有雞先定係有蛋先？喺呢度分享下我嘅睇法。現實當然就係兩者雙向並行啦，並非有你冇我。如果你一無所有，冇資產積累，亦都冇特別才華，就算進入呢個優質嘅圈層，都只能夠做旁觀者，人物係唔會憑空幫你賺錢。好多人以為識過幾個有錢人，自己就可以變為有錢，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誤區。當你透過理財積累咗一定嘅財富，建立咗成熟嘅風險觀念，你自身嘅價值提升，開始有資格同高質量嘅人平等對話，相關人物自然向你靠攏。呢個係財富對人物嘅推動。相反，優質嘅人物又可以提供更多資訊、視覺同埋資源，幫你發現更多機會，進一步放大你嘅理財成果。呢個就係人物反哺財富。但現實係好多人都偏執埋一邊，有啲人以為只要揾到錢就唔需要經營人物，好容易陷入信息繭房，視野被局限。好多富二代就係咁啦，喺繼承財富嘅同時，並冇繼承上一代嘅認知，結果財富冇匹配到相對嘅能力，好多時為佢哋帶嚟災難啊！同樣道理，單有人物而冇對應嘅財富，其實有啲財富圈子真係唔係話你想逼就逼到入去㗎。就算你逼到入去，都唔見得你可以攞到你想要嘅嘢。所以我經常強調，我哋實際一啲，社會嘅現實係要搞好人物，但係同時要必須建立財富，甚至係被動嘅現金流。咁樣機會嚟嘅時候，你先至會準備好㗎嘛。我係 Anthony Liu，香港 Bayline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結識更多香港人物。